大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波音737 MAX 嚴重嘅空難，其中一個係三佛齊航空182航班。佢係一架波音737 MAX 8型飛機，屬於三佛齊航空公司。而家架飛機順利喺嗰個雅加達機場起飛，飛往昆甸。架飛機近住爪哇海，而家發生一啲顛波動。之後架飛機結束下墜，跌入海。而家殺晒所有乘客，全機罹難嘅意思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